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繼續同大家玩翻呢個競爭者，好耐冇玩啦，因為我啱啱考完試，繼續同我朋友玩翻呢個預設咯，佢都好耐冇玩啦。炸彈跳，跳唔成功。手槍呢好過有一條啦，多數都會變金色嘅。因為手榴彈跳算，我唔知點解。佢有邊啊？落去我就先打，啱咪打到佢能力傷害。Yes，no， 算啦，打到我都已經好感動。繼續炸彈跳。嘅10B 突擊步槍，佢就攞 AUG， 都係突擊步槍。炸彈跳 ，X 咗到少少。No， 拳頭揮唔到。繼續炸彈跳啦，都係。手榴彈除咗炸彈跳，應該好少用途啊，我覺得。我係咪用拳頭揮到佢一下？拳頭嘅傷害都 OK， 可以喺近距離打下嘅時候開出30嘅傷害，又可以2.2，一舉兩得啦，可以話。個人啊，就嚟贏啦！炸彈跳，佢喺邊啊？走佬，打到10滴。打！根據我精密嘅計算，佢應該得返唔知幾多血。佢應該得返10幾滴。OK， 打贏。今日我就拍住咁多先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〜